姚贤侄，你们安排好以后，就先随我去义城署吧。那里有部下守备，犬子和小女也在帮些杂物，还算安全。我们就留在这儿，为守城出一份力，哪儿也不去。哎，我们这些粗人是出力管用，才在这儿守土有责。你俩，一个读书人，一个小姑娘，沙场上凑数还嫌碍事儿呢。碍事儿又如何？砧板上的鱼都且扑腾两下，我有手有脚，总能干点什么。哎，韩幼娘虽不能识文断字，但也知道，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血战，多少城破，多少人家遭了屠杀，流离失所。也就是因为讨莽军，一路与亲人失散。现在莽军又来，凭什么你们还让我躲？不想乌名义的大家再体会和我一样的痛楚了。原来他是因为我没带上他才生气的。幼娘说得对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不需要躲着，更不需要保护，哪怕玉石俱焚，我也要留在这里，不让莽军的刀子落在百姓身上。